中的乐成宫举办集团结婚，88对的新人，伫个汉溪妈祖甲元老神君的见证之下，完成终身大事。今年金马起大价，不过庙方也是按照着永年的惯例，送一支将近5分的金土啊，要来祝福新人早生贵子。 88对新人换礼服，伫咧乐成宫举办幸福圣地，完成人生的终身大事。新人代表武器和观众是职业军人，嘛是乐成宫的职工。伫咧现场宣誓爱情，嘛甲新娘会弹出去，和妈祖带来幸福，延续落去。现在是第7届，好不容易轮到我们结婚了。是，那同时我们也是庙的志工，对，所以参加集团婚礼意义非凡，是一定要参加的。 台中乐成宫幸会真旺是国家3级古迹，但年集团婚礼敢若限制88对新人，庙方下当品送予新人要5分的金盒，甲新人祝福。大家知道黄金现在很贵，5分就代表3、4千块哦。有汉溪妈祖见证结婚，对新人来讲是真有意义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